时间到即马2:28咱就纪念会准时起步。即马麻烦大家先站起来，咱同齐来唱《台湾水星》。今仔日就是真感谢大家来参加今仔日的228纪念会。请坐，歹势，伤紧张，感谢大家来参加今仔日的228纪念会。今仔纪念会是啥？这麦克无介好。今仔纪念会是咱金南书院甲台湾会馆共同主办，真感谢会馆出这个遮尔好的场所，互咱会当伫遮组织。有人会问讲，有人问讲是安怎228纪念会，毋是办伫2月28，办伫3月初7。咱来想看觅，准讲咱有法度转去1947年2月26迄天。就是出代志进前，准讲咱毋是一般的伫咧庄骹做田的台湾人，准讲咱是亲像林茂生迄款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台湾社会的头人。咱伫咧1947年2月26迄天是啥物款的心情？咱看到中华民国的实民政府伫剥削台湾人民4万块换1箍。大家无法度过日，看袂到出尾，迄是啥物款的心情？一定是教极苦闷，教极累志，迄款足无好的心情。到2月28迄天，咱过的是啥物款的心情？当然是愤怒生气较侪，因为国民党中华民国的军队摕机关枪扫射遐抗议的台湾群众。毋过咧，国内就看到台湾四界有人起来反抗中华民国的实民统治，所以迄个时阵的心情应该是一半烦恼，一半欢喜。烦恼啥物？社会在乱，阁真明显，中华民国甲日本无共款。日本时代，你若是上街头抗议，极计是拘留29天，
啊，国民党因为中华民国是摕机关枪扫射，啊，就会为着台湾人的性命安全在烦恼。啊，欢喜啥？欢喜台湾人开始站出来，为家己的前途在拍拼。啊，过来到3月，咱看到3月初6，平明七伫打狗开始杀人；3月初8，家人港；3月初10，李瑞汉的游戏门；3月11，林茂生；3月13，汤德章。到迄个时阵，咱阁是啥物款的心情？会使讲台湾人的悲情、苦切，拢是为迄个时阵开始。所摆，阮思源在办纪念会，拢是办伫3月初，就是较纪念后壁即部分的代志。阮阁有越南人在学习，就是讲即款的纪念啊，若是透过民俗化的过程，会有久长的应效。所摆，阮若是办28纪念会，拢会煮游鱼糜，就亲像冬节爱食圆仔，5日节爱食肉粽，28咱想到28，就想到讲爱食游鱼糜，安尼纪念28的工，就变做咱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咧，阮想讲，即款形式的纪念啊，是有意义的。想要招搁较侪乡亲时代同齐来参加。毋则今年就甲会馆参详，讲咱同齐来办即个纪念会，用即款的形式来办。迄个会馆的廖理事长有吩咐，伊讲毋通留伫过去，爱看未来。想的有理啦，就是讲，咱若是想着纪念28，就会想着悲伤的心情，就会想讲逐冬伫纪念拢共款，就会闲，就无想要来。过来就是讲，咱有一个独立建国出头天的即个目标，咱若拢干那看过去，即个目标无可能完成嘛。所以想阮有认同即个看未来即款的想法。毋过咧，真足考虑啊。阮想讲有2项代志爱说字。头一项就是用看的无效，爱有行动。咱会行向未来。这是啥物意思？就是你虽讲无法度大步伐，毋过咱若是会当慢慢啊走，嘛袂要紧。重点是爱振动。第2项就是咱未来伫倒位？要安怎知影未来伫倒位？咱要知影讲，咱的过去伫啥物所在？咱知影讲，咱的即马伫啥物所在？就2个点决定一条线，你就知影未来伫倒位，对无？你若是无理解你的过去，无理解你的现况，你对你过去的理解歪一撮啊！你对你即摆现况歪一撮你看到的未来就走进去啊！你目睭看迄边，人要行去遐，就准讲行到位，你路呢嘛会弄着物件，你就弄甲乌青银灰。安怎叫做乌青银灰？就是你若是捌支持郭文哲的，较等下来领万金油。所摆咱就是了解过去，认捌现况，行向未来。今仔日咱就是抱即个理念，来办今仔日即场纪念会。所摆小等下，阮会请阮思源的理事长丁丁，来讲今仔日的主题就是糜。过来阮有设计一个活动，互大家认捌即马台湾的现况，有送礼物，过来咧，咱若讲，咱今仔日要为着台湾的前途来拍拼，要做啥物代志？咱会想讲为台湾前途拍拼，这是足大的工程，咱可能家己一人做袂到，毋过，较咱委别甲咱讲，毋是安尼，有迄款小可的物件，
你做咧，你就是对台湾的前途有贡献，咱个人就做会到。啊，若是想要用集体的力量来对抗中华民国的殖民体制，吼、咱嘛是互大家一个例，吼、就是咱要讲要用3月初一3月11做台湾教师节来取代中华民国制定的中国教师节，所以咧，阮有鼓请台湾会馆遮来办一个赏，互咱台湾会馆教台语上界认真的先生，毋若是咱的台湾会馆，阮阁鼓请全北美洲4家的台湾学校，同齐拢来办一个赏，因随个去办因家己的教师赏，就是同齐伫咧即天吹哨讲3月11是台湾教师节，所以阮今仔日就是趁上亲时代拢伫遮做一个见证，来同齐感谢咱台湾会馆的上认真的迄位先生，上落尾当然就是阮准备好食的游戏糜，大家就是哪食哪开讲交流安尼，即马时间交互丁丁。所以他拄仔讲到迄个游戏糜，安尼我简单来讲一下，啥那逐冬的2礼拜，阮拢会就是请大家来食游戏糜，这就甲3个人有关系。第一位李瑞汉先生，伊是1906年出世，伊是新德州德南郡德南庄的人，台中一中毕业，尾也去日本的中央大学留学。1930年，伊转来台湾，伫咧台北的永乐町做律师。永乐町就是迄个大肠店迄搭。1945年，伊当选迄个台北市的律师公会的会长。伊嘛甲就是伊的朋友斗阵成立台湾海外青年复原促进委员会。这是创啥？这是伊要帮助伫咧海外的迄寡台籍的日本兵转来台湾，安尼，伊是一个足热心公共事务的台湾人。第二位，吕瑞芳先生，伊是吕瑞汉因小弟，1911年出世，共款去迄个日本的中央大学留学。1940年伊转来台湾，共款是做律师，伊伫咧宜兰做律师。第三位，林连忠先生，伊是1905年出世，彰化人，台中一中毕业，共款伫咧日本的中央大学留学，转来台湾了后，伊是1931年转来台湾，伫咧台中做律师。伊日本时代的时阵，嘛捌做过台中州的律师公会会长。1945年，伊当选台湾省的律师公会理事长。嘛做三民主义青年团迄个就是台中第一区的队长安尼。1946年，伊当选第一届的台湾省参议员，对中华民国政府提出真济改革的意见，当年伊阁当选制汉国民大会代表，所以看会出来，伊嘛是一个足热心公共事务的人。到1947年2礼拜发生，当时的迄个伫台湾的中华民国行政长官，就是迄个单义，伊讲吼，我愿意听恁台湾人的意见，所以就是迄当阵李瑞汉就因为迄阵伊伫咧做迄个台北市的律师公会会长，伊就调集律师公会的律师，就是大家同齐来讨论，提出一寡改革的意见。包括讲司法爱独立，爱启用本省人，拢是一寡真实际的建议。李瑞芳甲林连忠，因嘛去台北找迄个李瑞汉，拍算斗阵为台湾人来做一寡代志。尾也因为台湾各地就开始管制，所以无法度转去宜兰台中，因拢就住伫咧迄个李瑞汉因兜几工。到3月初10，1947年3月初10即天，因3个人甲其他几个律师朋友，伫咧厝内开会讨论代志。厝边看因人兜，因兜迄个人客遐济，就送3只迄个鱿鱼来互因兜，因为迄阵伫管制，就是足学去菜市仔买物件，所以就送迄个鱿鱼过来互因。
下晡4点外的时阵，你随和因的看守区基梅女士，伊伫咧灶骹当地煮迄个鳶鱼糜的时阵，都有人来弄门，甲迄个李随和、李随风甲迄个林仁宗3个人拢带去安尼。所以就是迄骹鳶鱼糜煮好了后，因厝内的人哭起等因转来食糜，迄骹糜冷去，搁摕去汤，汤好搁冷去，毋过就是因3个都无搁再转来啊。所以当年的迄个3月初10，因兜的人都会传一骹鳶鱼糜，就是望亲人会使转来食即骹糜，嘛算是食即骹鳶鱼糜来纪念因的亲人安尼。伊当阵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啥哪遮尔久都无转来？因失踪60年了后，透过迄个解密的档案，有看到讲当初李随和伊的罪名是讲因谋叛乱守窑，甲强力接受法院，就是甲因当初做的代志，差少济，就是敢若找到即个罪名尔，毋过所有其他的记录，拢无看到讲伊有做搁较超过，搁较激进的代志。所以这就是鳶鱼糜的故事，嘛是台湾迄段历史的缩影。好，后一个咱就来进行咱的bingo。好bingo 就麻烦。这里。大家敢有拢算，应该拢算过 bingo 吼，差不多意思。阮即个捌台湾送礼物诶规矩，就是大家虽然摕到一张单，即摆伊发，有1到10、25个数字，大家人的单顶头的排列都无共款 ，OK？请大家请一个人来回答问题无标准答案。主要是爱大家同齐思考安尼。回答的人会使决定后一题的数字，大家拢会使标记你共款迄个数字。所以比如我甲经字，大家拢甲字空起来安尼。上头前3个人连做一排的，看是一排一纸，还是吊角线的，拢送阮经南书院有出一本台语的课本，英语用英语个台语课本一本安尼。OK， 大家敢听有 ？If anyone don't understand Taiwanese, we're playing bingo. We're picking a number. 咱拢有摕到笔咯，笔甲单，敢拢有迄个咱的房站。对。Yeah, so 我会请阿娇选第一个号码，过来就是大家举手。就咱要移bingo，就为我遮开始，我选第一个。后来上来要回答问题，经第二数字。你麦克较大声。无，即摆我就来经第一个，敢好势。好。伊要选第9题，第9题对，伊要选第9题。不要紧。对，所以大家会使第9题 number 9，你会使空起来，家己空起来。这敢若无声？我毋知，反正我摕麦克风。毋是啊，这毋是要，这是录音的。是录音的。歹势。拢总几年？敢有人？起来讲。好，来，你请你来讲一个数字。敢要我出来食还是？请你经后一题。经写数字。11。11就是对你连做一排有帮助吼。你看你要bingo的，你倒一个较有帮助？你要11了，好，11。1中原则。
是一世界敢若一个中国，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国的政府，三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三个物件，这一种原则倒位有问题？这是算讨论的题。好，毋是这两三，请起来，甲大家小解一下你的。倒位有问题？感觉用。啊是安怎？麦克，听袂着。麦克无。哦，第一、第二拢会使接受。OK，对，真好，会使。啊，敢有别个有人有别个无共款的意见呢？因为这无正确的答案，而是看大家，互大家思考。就是，若是你若是台湾人，就是亲像你讲的，啊，你若是中国人，就毋是亲像你讲的；你若是中华民国人，嘛毋是像你讲的。大家感觉用着，所以拢无啥着啥。啊，毋过台湾人是敢若感觉上尾一句是无共，是毋对的。请你紧后一题。第四。阿娇。第四，228大多少？主要是因为有人袂私分所心。好吗？举手。新芽哦。哦，来。毋是，毋是啦，毋是。你感觉上主要的原因是？伊是要害咱台湾的精英啦。好，敢有？多谢。敢有抑阁有人有别个想法补充没？还是？有要？敢有要补充？我是感觉迄是借口啦，要害人爱找一个借口，要压迫咱台湾人。请你紧后一题。对，歹势。就是其实上主要的原因，迄阵中华民国其实是把台湾当做因的殖民地，就是因无打算要保护就是退台这个所在，因甲台湾的资源拢搬去中国，就是帮助因的内政。啊，所以就是台湾迄阵就是人过啊，佫足艰苦的啊。啥哪会有人袂私分？啊，就是日子过落去啊。因为迄个钱愈来愈薄。啊，因为资源拢搬去中国，所以迄个私分是背后因端尔，迄毋是一开始上主要的。请这个17。嘿，对，在意。不要紧。台顶演讲的是哪一场有人客？你帮我调。也是死到听无台语，就爱甲尊重换讲华语，是毋是？来，举手。现场若有人听无台语，阮就爱换讲华语。恁感觉安尼敢对？无对。大家举手先会使先紧后尾哦。哎，你无讲正确无正确，是咱讲家己意见。应该是讲尊重是尊重，但是爱看参考人济啊少。这台湾人讲台语是当然讲台语啊。啊，你若看台语听无就爱学啊。好，啊，敢有人要补充无？好，补充。就是我感觉讲尊重，这是互相的，就是意思是讲，啊，若是有人感觉伊听无，讲者，咱若是爱，就是找一寡法度，互伊感觉受到尊重。不过，迄个尊重无应该是讲，就是我都无爱讲我家己的好意。你可能会使找较边仔有人会使斗翻译，就斗翻译啊，啊对无？就是特别是伫咧华语的这状况内底吼，就是你若是讲华语哦，有一个人举手就讲我听无，请你讲华语，安尼其实就是变做是就是即个中华民国内底常常会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咱若是有一个人举手讲我听无，是毋是？就是拢无爱讲，就是家己的话安尼。
一个补充的意见，就是讲你会当用PowerPoint印中文嘛，啊，咱讲台语嘛，啊，伊顺续学台湾语。啊，这顺足球啊，伊台语讲啊遮好诶。对，请。上届正式导航应该是台挂耳机，我讲台语你听耳机，我讲台语你听中国话。若是无法度的时阵呢，要安怎咧？就是你想要限制我会晓讲啥物话，爱要做啲讲合法，就大家来互相还是对方的意见。请 AI 翻译啊。我去赞哦，迄科技嘛是有发展。来，你要选几号19号。 19号。安尼讲是。好，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虽罔地名，是毋是犹原是头一个台湾人建立的本土政权？来，啥物人要回答？啥人想要回答？举手会使紧后尾哦。Yes。无人要。举手会使紧后尾，你会使较紧bingo。好，来。我想是啦，因为我知影当时佫有印邮票，台湾民主国的邮票，所以我的标准讲应该是第一名。好，感谢。敢有人有无共款的意见？大家敢知影即个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敢有听过？有个人摇头，有个人点头。敢有人要？你知影？会记得。唐景松的，那像有一只老虎。对，嘿。啊，伊的迄个 logo， 伊的 logo 也是伊旗啊有虎。对，一只虎。那就台湾民主。答对啦。你要讲。来。敏感是咧讲。建国啊，独立宣言对无？你讲有独立宣言？有哦。迄个张景祥就是遐念独立宣言，念了伊做啥物代志啊？民安咧哭啊，咱总入去放音不爱出来，是安怎？伊若无哭，伊转中国就死啊，对无？因为对啊，年号啥？英清，永远的清国咯。像我国旗是虎，袂使用零啊。我个人对台湾民主国家有一项代志，就是中国人袂当相信，是安怎？日本人还袂到台北城，台北城内底先乱，真乱，因为张景祥已经坐船转中国啊。无人讲。毋是，无人也是代志。伊转中国清国的制度足奇怪哦，兵仔的薪水毋是国家出的，兵仔的薪水是台湾总督对咱底下入出来，头家无伫咧啊，兵仔拢无薪水哦，无薪水要出来抢啊，所以台北城足乱，这个时阵台湾遐的头人都去问英国大使馆，恁讲有兵仔甲阮斗相共救，无阮国家己都袂付啊，尾啊问问4块钱等，啥物所在有兵仔会当救？会假人。所以，毋则迄个高显营去请日本人入台北城，是为着要救台湾人诶，迄是一个，一路拍来到台南，拍到台南的时阵，迄个因为总统无去啊对无，副总统暂代总统的职权，副总统啥是迄个老鹰虎，日本人要搞对无，老鹰虎阿婆人搞做伊。伪装伊化妆做一个阿婆，坐外国船，就对安平港走去，咱今嘛讲阿婆，咱讲有选的意思对，就是对迄个国事来。台南人敢毋惊，台北城的代志阁要发生一摆啊，要安怎？就大家就去高正迄个巴克勒，讲你去请日本人来。巴克勒惊，因为迄个高显营叫人骂甲臭头啊，讲汉奸对无？巴克勒一个外国人，伊若汉奸伊就害啊，所以伊就讲，恁遮台湾人一个请名，
讲恁请我去，再去唱这种歌，这是台湾民俗国的故事，所以我敢学着一项代志，就是中国人唔当相信，拢也无人讲。请请你经后一题。阮即摆已经有几题。哦，5题，敢有人bingo啊？无人bingo，有人 bingo，哦，好，继续。啊，bingo啊，真紧。你bingo 哦，你拢对哦。就厉害！好，来，先，来头前班呐，来，来头前班，志宏，蛋姐到顶，好，无蛋姐到顶，好，蛋姐。继续，搁2个机会，大家较拍拼，紧举手。13。台语嘛是中国来的原住民语，这是正港的台语，对无？对啊。来，举手，想要紧号码，紧举手，来。比何记？对啊。我感觉这题你就会使算好嘛？唔免啦，我免算啦。对啊。我认同啊。你感觉台语嘛是中国来的语言？呀。啊，原住民才是才讲台语。呀，我感觉。啊，有人无共款的意见？好，迄个先举。好，先来。这有几啊种的看法啦，就是讲，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台语叫做台湾话嘛，啊台湾其实伊本来是迄台南的名嘛，嘿啊，所以本来是就叫伫遐讲嘛，啊就叫做台湾话，嘿啊尾啊较全，甲这台湾叫做规个 Formosa 拢是台湾安尼，啊伊个名是有一寡人是讲是安尼来啦。啊，过来就是讲，你台语甲迄闽南语是嘛无啥讲，嘛无讲完全共款啦。啊，伊其实是迄，就是其实嘛无一个语言叫做闽南语，其实是几啊个语言嘛。闽南语是一个语言的，就是一个 system， 伊其实毋是一个正式的语言。伊内底语言就是讲有迄漳州话啊、泉州话啊，啊台语是。几啊种语言去南出的，伊就差不多8成是迄漳州话啊、泉州话去南出的。啊，伊佫当然伊佫有南着一寡日语啊，南着一寡迄台湾迄平埔平埔族的迄语言拢有。嘿，你若是详细去找，就是讲台语内底咱讲的足侪物件啊，比如讲蓝山你应该是，照我所知影的是找袂着。迄汉字你是找袂出来，因为迄应该是平埔遐的话来安尼，啊，所以就是讲有真侪看法啦，就是讲你若用伊的名去讲，其实伊的名本来是讲迄台南的人咧讲的话安尼啦，啊，所以慢慢变做哦，伊其实毋是咯，伊其实毋是讲这是台湾讲的话，其实毋是安尼来的啦，啊。过来就是讲，你也讲看伊内底咱讲的遮个话，伊其实是咱足侪话入去的。你也去听迄漳州话啊、泉州话，我有去迄网络顶看找嘛。听起来上多是差不多8成共款尔。无可能佫较悬，应该是无啥可能。啊，其实你下文话嘛会比迄漳州话甲迄泉州话听起来比较台语会较相像。因为下文话嘛是为迄漳州话啊，下文哦，歹势，下文话是嘛是为这漳州话啊，泉州话安尼南出来，就是讲有几啊种看法啦。啊，过来，佫讲一个好啊，就是讲，迄原住民话其实是无伫咧台湾，就是讲有8成以上的人就是讲会晓讲，就是讲无即款代志过安尼。啊，但是台语伫咧过去300年来是台湾岛即个岛顶悬啊，差不多8成以上的人是会晓讲的，是讲即摆愈来愈少的人会晓讲啦。但是你若是用过去300年去看，其实迄才是本来是迄台湾岛内底上侪人讲的话安尼，即摆当然是华语嘛，无法度的代志啊，所以有几啊种看法。而且原住民因家己国族有家己国族的叫法。
对，阮自民。哦，拄啊是。有人bingo啊？拄啊，遮敢有人搁要讲话？差不多。好，美好姊，你要拣几号7号。 7号。张尚美，互中华民国掠去的时阵是啥物年纪？大家咱知影这个人。张尚美。手机摕出来。查某的，张尚美，互中华民国掠去的时阵是啥物年纪？有人要回答，要摇一个无？先赢哦，用唔着嘛袂要紧，阮会甲你讲，这是有答，这是有正确答案的，这是真正有这个人。看啥先吹着，来，啥先举手。有人吹着会使举手。无吹着会使也，嘛会使举手。无吹着，来。林泽会。你家讲被捕时20岁，20岁 ，OK。18岁。有人讲18，有人讲20。我袂记啊，18我会记18。18岁好啦。是18岁啊，我会记18岁。我嘛会记18。啊，佫是高中生。佫是高中生的时阵，嘿，18岁 OK 呀，对，18岁。嗨，你要拣后一题，你要几号？是先食去手的人免无一定爱对。无一定爱对，所以我讲大家。6颗。好，大家有bingo的哦，随举手，讲你bingo哦。6号，陈文清的尸体伫倒位，互人发现？图书馆。举手。呆对，呆什么？图书馆。对。好。前面。有人bingo啊？你要拣几号？小人你要21。bingo。哎呦！上bingo。一个。两个。一摆2个。我知啊。够算了。OK， 好，阮 OK， 所以20。台湾是清国的领土超过200冬，阁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超过80冬。索摆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讲法有合理无？无合理。来，举手，我看你先举，你先举。我感觉真无合理啊！咱家己的制度，咱家己的迄个，我一直去问讲，咱会当见到咱家己国家会当做一个台湾国，所以无可能咱毋是，咱无可能会讲咱是个中国的国，永远就无可能是中国的国。你要补充无？啊，我是感觉清朝迄个时阵，中国是亡国的，因为清朝是外族统治中国嘛，所以不管清朝的时阵，管台湾偌济年，拢毋是中国的，嘿。要搁补充。以前迄是啥物条？敢是一个名叫中国啊？所以名中国的，我要去争伊话啊，甲以前无关系啦。咱嘛有看伊出侪迄个文献啦，就讲咱写着咱一个日本战败了，伊嘛无甲咱交互因啊，嘛无交互啥啊，所以咱是家己使决定啊。我是安尼感觉。好。一个问题啊，好。台语的所拜迄是啥物意思？所拜是啥物意思？所拜就是所以 ，therefore，所以，有人讲所以，嘛是讲所拜。就是，阮这边的人会讲所拜，啊所拜拢是读册来的，就是迄个教会公布内底都有人伫写。啊，毋过我旧年转去承德的时阵，去银行，就是伊办一寡代志，都真正有听到一个阿婆伫咧边仔，伊就讲所拜，所拜这是。我讲，所以这是真正有人伫咧用的。我听过咧。毋是，应该毋是。就是所以的意思。所以的意思，所以的意思。所拜。嘿，
对，古早你也去读教会公布内底嘛有一寡也是较古早的台语词，啊，阮会甲伊捡转来用安尼。好拄啊，你要分我一个bingo哦，那个哈？24号，啊，阮个哦，24号伊有 bingo 啊，好，上尾一题好。阮上尾一条哦，礼拜孙49族群大兴，互台湾人压迫，所谓国民党军队镇压，是毋是嘛有寡道理？来，手摆过来。来，要举手，有人要回答？因为回答无想嘛使回，嘛是会使回答啊。无想嘛是会使回答啊，趣味啊，有人要回答无？来，请讲。刚刚我要刷3点。银行就讲这上尾一题。啊，你讲毋是嘛，对无？哎，我讲毋是。你感觉是安怎才对？阿边台湾人嘛吼。嘿。哎，对啊，嘿，就是。你感觉安尼敢有道理？无道理。无道理，我嘛感觉无道理。就是小可讲一下，就是讲，当然，迄个228去当阵代志发生了后，一定是有譬如讲，就是台湾人感觉看到这中国人49，就感觉哦，足生气的，就想要甲伊拍。毋过你就是爱看讲，到底是安怎会发生这款代志。这中间就是头前中华民国对台湾人，就是甲台湾的资源拢摕去拍家己的内战啊，台湾人生活都过袂落去啊。这愤怒伫唱片的心内，地价讲有就是想要发出来的这情绪嘛，对无？49就是亲像我即款，就是外省人，就是1949年到台湾的。我已经有啊。对啊，所以即摆来办迄个礼物。哦好，来。迄个请咱着手的4位头奖。着手的头奖嘛着手。来，咱着手4位着手的来头前。着手的，伊讲着手。手就是掌，共款。中文那个手。上。够亲民来较文雅，真正厉害啊！别样讲到安尼。你属今年主嘛？你属你无？来，阿娇要代表吧？还是委员？恁根南是啥物意思？南是林茂生的号，林茂生。浩根南啊。嘿，伊的号是林茂生浩根南，我唔知咧。这是，就是阮今南属于家己编的一课本啊，就是教囡仔台语的课本。台语有认证啊 ，Amazon 顶头嘛买得着。这也是台湾学校的台语学校在用的课本。嘿，对，阮台湾学校的囡仔课是用这本伫教，叫台语有认证，啊，英语叫做Taiwanese Fluency Unlocked。You can find it on Amazon。咱讲有足侪题还无看到嘛吼，若有想要看，就是要安怎？阮过一礼拜。咱较等下印一个，对啊，迄个伫咧阮的网站顶悬有吼。好因为时间限制，咱时间限制先暂时，咱上尾也有时间，若大家有兴趣，咱会使甲伊讨论。来啊！导演片都有。应该是另外一个退票。哦。screen 另外一个 screen。不过这都是网站，宾馆。哦，这。There we go。被绑出来。
slide show。好，后一个。好，来。好，这是看你。好，感谢大家参与哦。啊，就是因为后来就是拄则林汉讲到啊，就是讲咱讲就是要请台湾人，啊，要结合出头奖，有啥物代志是家己每一个个人会使做？啊，就是，阮这边就是想要鼓励大家吼，有一项代志是每一个个人拢会使做的，就是加讲台语，这项代志，个人个人，啊，就是我先讲啊，就是这可能爱铺定一下，就是讲这228吼，到今已经是79周年啊，吼。就是过啊，遮尔侪冬啊，就是其实遮尔侪冬，大家听即中华民国讲啥物是228，国民党讲啥物是228，其实咱拢听到真侪讲话嘛，就是讲，亲像啥物拄则有讲到啊，就是49族群，就是外省人啊，伊嘛是互台湾人认知啊，台湾人暴动就是需要镇压就是有一项就是拄则讲的，就是。迄敢若是一个鼓励，就是讲有人处地即个私分发生的一个不幸的意外，对无？参像即寡，就是借口的借口，就是讲借口嘿，这拢是，就是其实是中华民国的一个都无影的论述啦，就咱台湾人到今已经应该拢理解这是白贼话吼，莫甲信吼。毋过，就是讲，人甲咱骗，咱就袂讲互伊骗去。毋过这嘛无代表讲，就是咱对228发生的即寡代志，佫久长的，就是讲后来的戒严甲白色恐怖，是毋是定着都已经有正确甲完整的认捌？我感觉嘛无一定吼。我家己吼是1976年出世啊，到今就是今年吼，150岁吼。我即缘的人吼，讲到228，讲到戒严，讲到白色恐怖，基本上的理解就是讲吼，迄就是国民党即个政党吼，有一个独裁威权的统治嘛，对无？你若是为即个角度来理解即件代志大家就会讲到这87年的时阵，已经戒严啊，对无？1996年的时阵，总统拢直选啊，对无？到2000年的时阵，民进党都调啊，就是已经做总统啊，对无？就是政党轮替是毋是讲台湾人即摆已经真做是民主、自由、法治过去的代志，都已经伫咧过去啊，台湾人已经出头天啊。你感觉这讲法是对还是毋对？这敢是对台湾历史的正确甲完整的认捌？这是第一个问题，我先听起来等下我有我家己的答案。即马是讲金南书伊好啊，就是可能在场的有一寡朋友毋是讲真理解啦，就是金南书伊吼是伫咧加州成立的一个无储碳，就是 non-profit 的 organization 阮的宗旨是想要保存甲吹杀台语文，这是上主要的。是安怎？阮要讲爱保存爱吹杀这个台语这个语言。当然这一定是有个人的情感的问题毋过其实迄有一个搁较大这个层次搁较悬的一个云端这是第二个。等下我想要回答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有牵连的，好就是这几仔礼拜吼，我即摆是伫咧我是社群媒体的顶悬，我是真活跳就是逐工就是爱看足侪文章看人伫咧讲啥即摆就是有一个足事件的一个社群媒体叫做 Threads， 毋知大家敢有伫咧使用？Threads，
嘿，迄是 Meta 的一项，无要紧啊，嘿，就是参像 Twitter 共款的一种社群媒体吼。我就伫顶悬看到有人伫咧讲，有讲一句话，我感觉真有道理吼。伊问的都是即个问题，大家会使看觅，就是虾米状况，才会讲变做是阿公阿嬷讲的话，甲阿孙讲的话是无共款的。敢有人有答案？就是你感觉是虾米款的状况会发生即款代志？比如压制嘛，嘿，这是一项对无？嘿，政治的压对对，嘿啊，就是伊的答案。那我感觉这是真有道理啦，就是应该是你若是就是前方所有可能的状况，大概就是两种情形。第一种叫做移民，哦。第二种叫做实名，对无？吼，啥物叫做移民？移民就亲像，就是咱即马伫咧美国嘛，对无？我做一个决定，我想要来美国这个所在发展，我是伫咧食头路，啊，我伫遮过日子，我伫遮饲养囡仔，啊，你饲养囡仔就是可能就当然你伫咧美国嘛，你就去美国的国校读册，对无？啊，伊囡仔大汉，伊去美国的公司食头路，啊，伊家己嘛。生家己囡仔，饲养囡仔大汉，啊，就是自即个状况，你就会看到哦，可能你的阿孙对无？就是即边有一寡时代，你阿孙点彩有可能有真大的机会，就是讲你家己的孙，无一定会晓，就是讲你的话，啊，这是因为你做一个决定，移民到无共的所在，使用无共的语言，安尼对无？这是第二项，啊。啥物叫做实名？啊，实名的例就是亲像即中美洲、南美洲的国家嘛，对无？因伫咧即大航海的时代，就是即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伊就去中美洲、南美洲实名嘛，对无？啊，啥物是叫做实名？就是因到迄边就占因的土地，啊，杀因的人民，啊，强迫因去信迄个西方的宗教，啊，加长因母语的喙齿。哦，啊，到呾可能过几百冬啊，啊，就是可能即寡国家到呾已经变做是个政治独立的国家。啊，毋过你看因的子孙行事，煞拢已经袂晓讲因家己的，就是公妈的话啊，就是上早的时阵，迄原住民因有家己的话啊，到呾拢袂晓讲啊，都认贼作弊啊，对无？就是讲迄个。实名者因讲西班牙话，啊讲葡萄牙话，啊因都已经准做迄是家己的母语啊，对无？啊因原底的即原住民族的父母话，因都袂晓讲啊，啊，就是迄个语言就是你爱透过即个语言，才有法度传承的文化甲传统，啊拢拍远去啊，对无？这就是叫做实名嘛，嘿。啊，照以上这两个例吼，一个移民的例，一个实名的例，恁感觉即摆的台湾人拢讲中国话，啊阿孙可能有真济拢袂晓讲阿公阿嬷讲的台语，也是客语，也是原住民的族语，这是较亲像你选择到美国去移民，还是你较亲像即中南美洲的，就即西班牙甲葡萄牙的实名。这大家就会使想看觅吼。啊，所以就是我要转去较早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吼，啥物是228？啥物是戒严？啥物是白色恐怖？啥物才是台湾历史的真相？迄吼，毋若是国民党一个政党，伊有一个独裁威权的统治，这毋是伫咧政党的改善的问题。迄上深的赞处吼，它事实是一个。中华民国即个讲中国话的外来政权，对台湾人的实名统治，因夺咱的权，害咱的心，夹咱的指，啊洗咱的脑。等恁的阿孙吼大汉的时阵，准讲即个国家，莫讲国家啦，即块土地已经是有民主、有自由、有法治。毋过恁的阿孙犹原是变做一个喙讲中国话的中国人啊，对无？啊！你要找一个台湾人，也找无啊！大家拢讲中国话啊！啊，所摆就是实名政权，
因还是赢，对无？吼、啊，讲到这，我就讲第二项，就是我拄则有第二个问题吼，是安怎闽南书院要来保存甲吹杀台语？当然有个人情感的问题嘛，就我感觉讲哦，我家己嘿诉求啦，嘿，毋过就是我细汉时阵对台语嘛是有我接触，我起码才有法度安尼讲。啊，毋过就是上深的难处，这是要做一个解释，就是解读实名的时间啊，对无？你政治上，咱当然嘛是爱争取政治独立嘛。若是有一天会使起造台湾国，这是上好啊，对无？毋过语言甲文化上，咱嘛爱顾力拍拼，做文化的解释，甲咱人的认同，甲公妈的即个喙齿甲找转来。安尼，等你起造一个台湾国，迄一天到的时阵，咱才阁找会着一个喙讲台湾话的台湾人嘛，对无？哦，当然咱即摆有即层的理解了后吼，今南书院吼。今仔日就想要邀请所有的人伫遮吼，恁有来参加即个活动，就是今仔日就去过，伫生活中加讲台语。啊，当然你若是你的母语是就是客语，也是原住民的族语，咱嘛是共款，就是阮嘛是共款，就是爱高声讲你爱加讲。啊，这就是少年伫228当中吼失去性命的台湾人的心情，对抗地搞。228市场台的即个中国话的霸权吼，市民体制吼，上正面甲上有力量的一骹步，吼。啊，咱讲台语吼，毋若是甲亲家50讲台语，毋是伫咧出来讲尔呢。哦，今南属于这边是爱高声大家讲吼，一定嘛爱伫即个公开的场合，各种的专业拢爱讲台语，讲万项物，嘿，毋若是甲时代公言的讲台语啊，嘛爱甲即后一言呢，即囝儿逝世，嘛爱讲台语啊，安尼才会诚做因的母语，即个爸母的才有法度传落去嘛，对无？吼、啊有寡人可能检测会惊啦，即马的台湾可能拢是有一个镜头。啊，我家己台语拢已经讲袂练转啊，我是安那有迄个才调，有法度搁讲台语过字。今日随就甲你讲免烦恼，嘿，阮这边吼，就是甲即个台湾学校嘛有合作，有各种的台语课程，吼，甲大家帮衬，哦，亲像阮有即个初级的台语、中级台语，有台语的开讲课，有台文的马里班，搁有就是为着即个囡仔备办的即个囡仔主食，吼，书院本身嘛是有举办一寡即个实体的活动啊，阮合作青仔卡，即马。今仔日大家来，今仔日都是3月的青仔卡，搁有台湾的读册会，即美好姊嘛有参加过，即有台语的师资班，有写作班，有各种的即台语文的出版品，拄则大家摕到的，即都是阮出版的。所摆就是阮的目标，就是想要加做一个所有台语优质的一个 one stop shop 啦，吼，就是。互大家伫找找家己认同的路呢吼，袂孤单吼。好，以上嘿，今仔日就是安尼，甲大家讲讲。拄则有甲大家讲吼，就是咱若是要对抗中华民国的市民体制，就是咱就是为细细一步一步安尼豆去做。现代中文教授吼，伊有咧吹沙讲，咱台湾人纪念教师节是安怎是纪念一个毋知啥物时阵2000多年前，毋知啥物所在离咱台湾甲台湾完全无伫台的人的生日来做台湾教师节，咱应该就是爱来纪念咱台湾教育家，对无？所以，阮真赞成这个理念吼，尤其是3月10，想要台湾教育家教师节要办伫3月11，因为3月11就是林茂生去互中华民国领去迄天嘛，咱就来纪念伊。咱今南书院就是想要互今南就是林茂生的号，阮就是纪念这个林茂生这个伟大的教育家。所以，阮就积极来催杀这个事件。阮嘛，这个3月11做台湾的教师节，这是台湾人的共识。
嘿，今年阮就是高正北美洲逐所在的台湾，即教台语的台湾学校，拢来办即个教授赏，今仔日就是咱台湾会馆台湾学校的颁奖典礼，就请大家做一个见证。阮要颁互咱台湾学校上届认真的一个先生，叫柯培敏，啥物人来上届一个培敏？好啦，柯培敏你，互你讲，我较袂晓。柯培敏先生是咱台湾学校教囡仔的台语课，阮有一节课叫做翻台语 for kids， 趣味个趣味囡仔学台语，我袂记台语名，就是互囡仔学台语，阮在线顶，在 online 的囡仔课。培敏人即摆是台湾，伊嘛在台湾有教台语，是对台湾的囡仔本土教育算伊拍拼。伊嘛是真认真，伊当然有通。因为我是算咱台湾学校真正的人，我有知影讲，伊逐摆顶摆像顶学期有一个学生，年纪较大一点的学生，伊有特别，伊惊讲，因为伊年纪较大，惊讲，其他学生年纪较细汉，惊讲较大汉迄惊上无聊，是讲学较无遐济，伊有特别讲这课了后留10分、15分、20分，特别甲伊加强安尼，所以足认真的，迄无特别，佫甲阮提到是所以即摆是台湾教师赏就是要颁互柯培敏。培敏今日无法度来台湾，不过我有请伊录一个表彰的讲演，课来放台湾。请佩吉代替培敏来收这个奖。代表培敏来过来放培敏的表彰的讲演。培敏来台湾，所以有录一个，你看咱的赏阵拢写台语，各位伫美国拍拼追求台湾人的尊严的友志，大家平安出头天。我是柯培敏。伫遮先感谢台湾会馆甲江南书院举办台湾教师赏。伫即个咱台湾人袂当放袂记一个日子，提起咱争做台湾人的意义。多谢恁无弃嫌，愿意互我即个机会。我通得到即份荣光，毋是我有影较硬，是因为咱的友志一直坚持，无放弃。我要借即个机会，多谢咱的行政团队，多谢丁丁甲伟表替咱台湾学校走走，返来台湾，佮专工来相找。感谢玉英3不5时到拍会，特别爱感谢佩芝。长久以来，甲我记接斗相共快乐大大细细的时间。若无恁，咱美国的囡仔趣味学台语，无通安尼一期开过一期。咱甲爱感谢所有愿意互囡仔学台湾话机会的朋友，也就是你。咱敢若通伫短短一礼拜点半钟的时间，引起囡仔学台语的趣味甲动机。毋过，因的意识若要调底，恁才是囡仔上要紧的先生。请毋通看轻家己的影响力，平素时甲因加讲，互因听的机会。若有一天因要家己学，嘛会较轻巧。
咱大家爱斗阵相见，甲学习做台湾人，甲台湾相关的文化、语言、思想，拢真做日常的一部分。咱斗阵来替拍拼，真做台湾人的你，咱争出一个空间。我是柯贝丽，我是台湾人，努力。咱过来咧，就是游戏媒已经传好势啊，大家讲。嘿，毋知敢有已经传好势的，毋过伫咧传的。啊，这位哦。嘿，看卖。这位。啊？首先啊，对会使去讲话，讲到其他对，拄啊足歹势，我较低调，就是我搁伫别位吼，讲话搁紧搁走啦吼。啊，但是真欢喜啦吼，伫台湾甲我老实讲，咱讲就讲台语咧安怎，像讲拄则咱听着人咧讲吼，确实无简单吼。台湾话咱遮大家吼，拢台湾人做几世人吼，但是台湾话就是我都讲较水吼。啊，你无听伊讲，你嘛毋知讲台湾人，即个台语确实是遮水吼，所以。真欢喜，就是讲有遮侪人，吼，要来保存咱即个遮水的一个语言，吼，语言，吼，啊会当继续搁传落去，吼。啊，我搁较感动的就是讲，伫外口我咧甲人讲的时候，讲哦，当会馆恁有开华语会，吼，恁有教中文哦啥，啊，阮即个阮的遮个囡仔去表演吼，唱台语歌，大家问讲，啊，恁台湾会馆嘛有咧教台语？我讲有啊。啊！伊讲啊，哪有遐济人要去学？我讲有哦，就是有遮济人要去学。所以吼，咱甲大家拍手，毋是甲囡仔拍手，咱遮若无咱遮爸母甲遮囡仔送来遮学台语，难为人巴肚对无？所以真欢喜有遮人安尼吼，继续吼，咱阿公阿嬷带囡仔，囡仔带孙仔，一代传一代，台语一代传一代，吼，咱永远就是有这个台语保存掉咧。实在是真欢喜，啊嘛真感谢咱遮诶老师吼，每一个拢是遮热心，吼，你甲看因吼。哦，即落啥物四九族的吼，啥物吼，这吼，哎呀，嘛是台语甲咧讲甲对着台语有遐个热情，遐个感情吼，啊，咱互咱感觉讲，咱若讲咱这台湾人，佫对台语无热情、无感情，啊，你感觉足见笑，吼，所以大家拍拼，吼，多谢，谢谢。